会先讲几个部分。第一个来说的话，就是东区的店面的一个商圈的表现，相对来说，相对于其他区域来说的话，这几年表现比较弱势。它其实有它结构性的因素。那当然，一个因素来说的话，就是确实可能东区本身的百货集客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其实一般的民众，他如果说他在下了捷运之后进到百货公司，他可能在百货公司消费完了，他大概就不会去街边店。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就是除了百货公司之外，他现在捷运地下街也让这些所谓的消费者他呈现一个分流的情况，所以本身人潮跟全盛时期来说就有一些落差。那再加上就这几年，其实东区的一个房租一直没有很明显的一个下降。那对于很多的业主来说，他会觉得我同样的一个租金，我可能可以选择一些相对而言人潮比较多的商圈，那他们就会弃东区而去就其他的一个商圈，获得比较好的效益。后来也有跟北市府建议跟提醒，就是说东区可能必须要去思考，第一个房东这边他们或许应该要去有一个所谓整合合作的一个力量，那透过就是房东之间的一个彼此的一个了解，那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房租参考，那至少能够让这些店租这些租客可以经营得下去。那当然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说的话，东区可能必须要透过一些行销的活动，因为相较于我们说的西区的西门町或者是信义计划区这些集客力相对比较强的商圈，他们都会搭配一些行销的活动。那东区在这几年来说的话，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其实话题度少，那整体商圈的人潮也不如以往，所以自然而然他们在表现上面就会比较差一些。那刚刚您提到的，我们有所谓的这种所谓空屋的一个问题，那囤房的一个问题，当初北市府是有讨论到，就是说是不是可能课征空电税、空屋税，那它当然实际上面会有一些执行上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在于你所谓的空屋是怎么认定的？那目前在房屋税的一个空屋的认定来说的话，是3户以内的一个部分算是自用，3户以上才算是非自用。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认定上面，它会可能有一些宽松跟适法性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就是在空屋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实际查核，你可能在现在的政府的人力跟科技的部分，可能没有办法达到相对的一个理想的效果。所以本身的认定跟查核是有困难的。那你后续的一个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课征，我们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程度上面的压力。那当然第一个来说公不公平啦，那第二个来说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就是课征囤屋税，造成很多的屋主愿意释出，无论是租或者是售，那甚至于达到我们说可能租者有其屋这样子的一个期待，我们会觉得可能之间的一个连结没有那么强。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这几年其实气候变迁，你会发现冬天跟夏天的这个温差比较大一些。那当然因为地下街之后，他们现在虽然人潮没有那么多，可是你会发现到在消费者的一个所谓的动线上面而言过去其实多数是会在沿着忠孝东路3段到4段这边来去做一个活动。那其实整个就是地下街设置之后的话，那有一些民众他可能如果说要步行一个相对比较远的一个距离，他会选择在地下街来去做一些活动。那当然在地下街活动他就不会走到上面来，那也会影响到街边店。地下街因为它本身是捷运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单位，所以它在房租的一个部分上面应该会有它一套的一个机制。那如果说是在上边的街边店来说的话，因为房东是各自持有不动产，他们本身对于这种所谓资金的一个压力也许有一些不一样，那当然有一些对于房租的认知它也不尽相同，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就会发现到租金的一个落差其实是还蛮大的。那当然因为有很多东区的店面积比较大，所以即便是它的单坪的租金可能还在一个相对合理范围，但是总租金会相对比较高，那也不是一般的租客可以承租得起。如果说是以西区的部分来说的话，其实过去有提到的所谓的东西的一个轴线翻转的这样一个逻辑。那当然，因为长期来说的话，台湾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台北市了，台北市因为渐渐都市的一个扩张的关系，那过去西区的旧城区之外，它渐渐的往东区的一个新市区来去做开发。那甚至于现在来说的话，包括了像是南港啦、内湖啦，因为那边有很多的一些资产的一个，就是说大型的以前是一些旧的
公用地，那可能现在因为开发的一个关系，会有一些新的一个商机，所以过去的一个台北是呈现所谓的东强西弱的一个状态。那当然会希望有机会可以就是说在西区的一个部分，因为西区它有一些人文的资源，那另外来说的话，西区确实机能性上面也比较方便，只是说它的都市风貌会相对而言比较落后破败。那如果说未来有机会可以透过一个所谓的东西的一个轴线的一个翻转，那让西区的这个区块上面来说，第一个它本身机能性跟一些人文的条件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挥。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在西区里面营造出一些新的话题，比如说像是双子星，那国门的一些话题的一个概念，那这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可能都是未来西区的一个机会。但是比较现实的是，同样推动一些都市更新，西区的一个产权它可能会更为复杂，因为西区的一个发展其实是台湾早期的一个发展史。那这些早期的发展，如果它没有做好一些所谓的财富传承的一些规划，很多的个案产权都非常复杂，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分离。所以这个部分也许会是未来可能在思考更新上面所要着重的一块了。